跟住1分鐘交俾蔡耀昌名單。各位，我係11號嘅蔡耀昌，我係支聯會嘅副主席，亦都係民間監管公共事業聯合會嘅發言人。我知道好多市民都希望立法會議員首重係改善民生。蔡耀昌入到議會，首要係主催立法，限制港鐵嘅票價，同埋開放電力市場，打破兩鐵嘅壟斷，誓要殲滅公共事業霸權。另外，而家好多市民亦都係憂慮洗腦嘅國民教育。面對6·4嘅大是大非問題，蔡耀昌同支聯會奮鬥咗23年，我哋需要繼續承傳落去，唔可以俾當權者係去扭曲歷史，同埋向市民洗腦。好希望大家認同同一理念嘅市民支持蔡耀昌入去立法會，爭取公義，改善民生，為我哋嘅社會添一份新嘅力量。請支持11號蔡耀昌團隊，多謝你。我哋好希望大家亦都喺9月9號踴躍投票，為香港開創一個新嘅局面。各位，就嚟9月新學年又開學，其實而家好多家長同埋學生都好擔心，係擔心洗腦國民教育係會推出嚟。7月29號，我哋有超過9萬人上街，我係首次帶同我當時係4個月大嘅女係出嚟，因為我唔想我女幾年之後到去開學，都係要面對呢個洗腦國民教育，因為就係3年期就要全面實施。但係面對咁強烈嘅民間反對聲音，梁振英政府都仍然係到而家都係企硬。最近教育局長吳克儉仍然都係話係無意喺現階段係去擱置呢一個計劃。好多家長係真係唔明白，亦都係好憤怒。除咗話梁振英嘅政府，我哋嘅保皇黨民建聯喺呢個問題上一路閃避唔出聲，所以我要問民建聯嘅陳克勤，你係咪繼續支持梁振英政府與民為敵，唔肯去擱置洗腦國民教育？係定唔係？答係定唔係得？蔡耀昌，國民教育咧，我答得好清楚。如果學校未準備好，老師未準備好，可以唔使做住。你哋會唔會擱置？如果你成日都喺度咁講，其實就係而家家長最關心嘅就係要擱置，係咪擱置？我都想知道咧。新民主同盟咧係話反對國民教育，但係新民主同盟係搞紅色之旅。到而家答唔使答啊！陳克勤，我主場，你唔使答住。我想問一問啊，公民力量、人民力量陳志全，嗱，而家報章都好清楚，你哋嗰個嘅廣告嘅支持者杜玉鳳係呢個左派，佢同樣支持龐愛蘭。我想知道咧就係，如果我哋話龐愛蘭係一個中聯辦嘅契女，係共產黨契女，你人民力量係咪就係中聯辦共產黨嘅私生子咧？嗱，呢啲又係民主黨嘅邏輯，即係佢哋入去中聯辦咧，就係重建一國兩制。佢哋通過咗政改方案之後咧，你係冇答到，一路係就係迴避。咁你哋民主黨係咪接受咗契仔？係咪劉夢熊嘅契弟咧？親中嗱，你又係呢張嘢網絡都好清楚，係顯示人民幣力量。咁你哋咩咧？網絡上邊一路收梁振英嘅捐款喺2010。請蔡耀昌名單。各位，今日嘅辯論，大家睇得好清楚。民建聯就係堅持保皇，工聯會即係共產黨嘅傀儡，阿爺吹雞，佢哋就跪低。龐愛蘭已經由西環嘅隱形契女變成現形契女，仲有人民力量係收共產黨嘅錢，佢哋一路以嚟拆泛民，就仲勁過拆建制派，一路分裂民主派，係一個政治嘅無間道，呢啲都唔值得大家支持。各位，蔡耀昌喺推動民主、爭取社會公義、為民生奮鬥咗25年。我作為支聯會嘅副主席，我哋嗌平反6·4，結束一黨專政，已經係23年啦。喺2003年，我蔡耀昌都領導組織咗7·1大遊行，反對23條嘅立法，有超過50萬嘅市民出嚟，係令到呢個惡法係唔可以實施。希望大家支持蔡耀昌入去立法會繼續奮鬥。多謝你。